6月21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對人好親切，好似一個天真爛漫嘅小朋友咁樣，係一個好有童心嘅人，亦都係你身邊嘅人嘅開心果。你有你調皮搗蛋嘅一面，亦都有少少怕醜，唔係好敢直視一啲陌生你唔識嘅人，好識同人維持一種良好嘅人際關係，想像力豐富，頭腦靈活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好渴望被愛，只要對方展開強烈嘅追求，你未必中意佢嘅話呢，有機會都會接受嘅。你好中意小朋友，所以會想早婚。你好中意同對方成日黐住喺一齊，你會詐嬌，但係唔會為難對方。你好重視家人，而喺性格方面，平時唔識得講真心說話嘅你，可能喺呢一刻係你自己展現真實自己嘅時候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好識得 consolidate 好多嘢啊，有好多嘢咧，你知道點樣排程啊、加工啊、整合出嚟。有一啲創造性嘅工作咧，都會比較啱你。由於你比較怕寂寞，所以咧比較適合同人哋合作多啲。一啲自己埋頭苦幹去完成一種工作咧，就唔係好啱你啦。而你嘅財運咧尚算穩定，但係咧記住容易受到側邊嘅人嘅影響，小心啲揀你嘅合作夥伴。只要你嘅創意同埋你嘅才華發揮到嘅話咧，你會擁有巨大嘅財富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唔好俾現實抹殺咗你自己本身嘅童心啊！發現如果生活上面唔開心嘅話咧，就記得好好咁樣調整自己同埋療癒自己，可以好真心同埋真誠咁樣笑出嚟咧，係你健康狀態嘅指標啊！